嗱，呢兩日咧，我拍咗生化狗嘅視頻，好多粉絲啊，話好踴躍啊，喺度點讚、喺度評論，又問我點玩。唔緊要啊，我今日我就唔賣袋啊，我今日可以直播，想玩遊戲點樣問嘅啊，可以嚟直播間問我啊。嗱，我係玩 PS5 版嘅嚇，睇到 PS5 版啊 ，PS5 機我有幾部嘅，一部兩部嘅啊。點解我唔玩 PC 版咧？首先我要玩手掣啦，第二就係 PC 版修改嘅垃圾屌。係咪啊？修改遊戲兩個鐘通關，呃人咩？你唔用無限子彈都唔得啦，無限 RPG 都唔得啦，因為啲波斯打要時間噶嘛。好啦，嗱，話我成績啊，平時玩嗰啲成績差，我唔係專業玩家。你睇下嗱，我生化2啊，生化3嗰啲全部 S 級噶，係咪 S 級啊？孫偉，我全部 S 級噶啊！當然啦，我唔係達人，我唔係頂級冠軍。但係一個玩家交流嘅係發條片出嚟，大家即係一齊，大家玩生化咁多年，即係開心下，大家見證下自己嘅成長。我記得啲粉絲講啊，我玩生化危機2嘅時候咧係16歲，依家玩生化危機9嘅時候個女16歲，啊幾有感覺㗎。呢個係一個大家玩嘅平台，而唔係一個咩啊？而唔係一個喺度啊互相對比。唔通一定要世界冠軍先可以發視頻咩？屌，最後話啲，你嗰啲全網都有睇啦。咁全網有冇一個人好似我咁樣出埋真人視頻講緊嚟俾你聽啊？啱啱先？我又冇話我唔係抄作業，肯定係我發明噶啦。屌，嗱，嚟我直播間啊，想玩生化9有咩人唔明嘅可以問我，我抽開2位粉絲啊，我忠實粉絲，我抽1、2位。上我無限子彈，我幫你打。嗱，但要 PS5啊，你俾個 account 同密碼我啊，我上去幫你打無限子彈，幫你完成2個任務，即完成一個唔吸血啊，一個就唔食藥就7萬噶嘛，再加埋個娃娃9萬。OK， 點讚點關注翻出去，呢啲證明人通擊嗰啲黑粉，精神啊！生化9嚟搵我啊，嗱，我生化8又有啦，生化8又有，生化4又有。生化4原版又有，生化0又有，生化1、2、3有，我係忠實嘅生化迷嚟噶嘛，精神。